天主切願將聖寵同埋平安賜給所有呼求佢並蒙召為聖的人。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。因天主的旨意，蒙召為耶穌基督宗徒的保祿，偕同索斯特乃弟兄，致書給格林多的天主教會，就是給那些在基督耶穌內受祝聖，與所有各地呼求我們的主，亦藉他們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，一同蒙召為聖的人，願恩寵與平安由我們的天主父和主耶穌基督賜給你們。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福音前歡呼，請起立。